你耍我！1、2、3。别跑！你给我过来！陈姐姐！8、9。有种你别跑！有本事你别追啊！ 10。林七用鞭，擅长远攻，你可激怒他，与他近战肉搏，借机行事，全力将他击到台下即可。陈芊芊，这是比武，不是撒泼，你要不要脸？谁管都，谁还要脸？住手！你们两个成何体统？都给我放开！林姐，我数1、2、3，我们俩一起放。行，1、2、3，你这个骗子！咱俩半斤8两。干什么，林姐？林姐干什么？陈芊芊，你再想耍花招都不管用了。想免去皮肉之苦，除非你当众认输，承认你陈芊芊就是个废物。12。客人怎么还不来啊？你现在知道了吧？你根本就没有胜算。三公主干什么呢？怎把护具脱了呢？只有这样才有胜算。21。我告诉你，我刚才只不过是在测试你的实力，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。还别说，三公主硬气，这林七可真敢抽啊！那可是三公主啊，有钱任性呗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这三公主真有城主当年的风采啊！也好，如果芊芊能在这次卓考中崭露头角，那我也多了一个选择，也不至于把她的性命交到别人的手上。芊芊，别打了！芊芊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让他做这样危险的事，你不怕他被林七给伤到吗？放开！这是他的心愿，我只是给他想要的东西。开将功全失，何必再参加武士？在你心里他是个废物，但在我心里，陈芊芊，他不是。起来！泽瑞，叫休战罗，不准去！你就这么不相信他？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赢？在我看来，只要他想，这世上没有他做不到的事。你舍得？我舍不得。他又怎样？我现在去敲锣，他更不开心。你要是现在认输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找死我！
他能活着下来才是最重要的。裴思学，我是已故裴思君独子，花元城的思学，谁敢拦我？裴思学息怒，比武有规定，必须是比赛者的夫君、父母。我和三公主15年婚约，在场除了城主，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。站开！芊芊，认输吧。休战锣敲响，陈芊芊认输。我什么时候认输了？三公主，裴思学已经替您敲了休战锣，三公主自动认输。林七胜，裴寒，芊芊，放弃吧。这个休战锣，我不认。裴寒非我父母，兄弟，更不是我夫君。他敲的休战锣不算数。我也不认。陈芊芊早就已经跟韩硕成婚了，她跟裴思学早就没关系了。芊芊，你与韩硕没有祭天，没有游街，更没有拜堂，根本算不上是夫妻。他入府才不足3个月，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立下15年婚约，我比他更有资格敲这个锣。